虽然卡洛风台的暴风圈啊伫咧北部，不过恒春半岛却有10级的阵风。专家讲，这是正常的地理效应。风上强的所在会出现伫咱台湾的上北边甲上南边，因为风影上大，今仔日屏东往回小流区的船帮嘛拢无开。拍镜花影比人较悬，互人感受风台外围环流的威力。树啊也吹甲东岛西歪。恒春气象站表示，车早透早5点过后，恒春半岛就透强风，10级、11级阵风交替出现。台风是属于这种逆时针，在北海岸跟那个最南端的这个恒春半岛这边，两端这边会有最强的这种现象了。暴风圈威胁北台湾的卡努风台，乃会影响台湾上南边呢？当地气象站解释是甲无效应造成，会予台湾南北两边拢可能出现强阵风。昆汀国家公园管理处也伫咧沙坡拢插2枚红旗，今年做有动力海峡活动，免受水生水，不过也受民众挖近海边。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，加上适逢大潮，部分沙滩如南湾、白沙、船湾石等。风浪较大。景观处表示，而且海边巡逻员加强管理游客，不过风大状况也影响交通。船身摇到正厉害，屏东东港往返小琉球的交通船受风台外围环流影响，风险变大。车早测到影悬1.3公尺，也在安全行驶范围内。不过风险和船身是摇来喊去，看起来真惊险。这是有过影悬会超过2公尺，东流线全面停驶。受卡努台风外围环流影响，预估风力达6级，浪高2米以上，所以明天会停航1天。啊，话拢提早回来啦哦。恁条路也无路用啊，水上活动根本无法度啊。风台外围环流影响，宜多巴楼也和屏东东港镇、东镇里、甲高雄基镇较低所在，连2港因为海水倒灌出现好天积水的现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